这个中南部进前风台加上西南气流受重伤，所以这个青菜起大价。即摆要搁做风台咯，讲菜市啊，这个葱啊哦，1公斤竟然来到420块，婆婆妈妈真着惊，拢买袂落手。摊商是来警惕滚酸笑，讲即摆哦，青菜比苏马要较贵。的话，像现在这样子1公斤的话，大概就要400块。一把葱啊，称重1公斤，计数竟然要420，有人听到心肝跳起来，紧仔扛咧，唔敢买。那420、80吗？人客买菜买甲面口面卡，头家做生意嘛做甲真怨叹。头家又讲，因为个风台要扫来，葱啊计数起一批，全部叶菜类嘛拢起价。安尼一杯细杯的苋菜，放起咧磅都要40。现在菜价比人参还贵啊！就惊风台洋流弄来，天也袂光，中华农民帮盘合作，赶紧将麒麟草挽落来。因为顶个月才受到大雨影响，真侪作物拢浸水浸甲烂去。嘿，先采收起来了。怕无来，这个怕什么？种两啊几农民烦恼过野菜，雨甲海气，赶紧转hiệu化。甚至惊风收头吹甲柄，赶紧拔线固定。另外一边，种盐水农田大片打冷气，变作硬硬的杂草。农民心内酸，虽然目前产地计数标高到1公斤160，不过无盐水摊卖，计数贵嘛是无效。唔捌遮悬，1公斤偌济？160。另外，伫咧云林富菜农业大起雨伞10日头动作真紧，赶紧将苋菜花土里慢慢起来，准备摕去卖。农民海产讲收成量无介济，顶一片咸水拢浸甲烂去。原本定情，不过也未大到灾，想袂到风台阁要扫来。也无几工，即摆压落去了后，就是爱防护措施爱用好，若无就品质阁歹去。农民抢伫咧风台加来进前，赶紧板都惊全部心血对咧脑出去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